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今日兄弟们大家平安。安。像伫今早起时，伫这神的主里，咱做伙组织，直接敬拜而乐咱的上帝。就过2天，咱要准备过年，我想今仔日直接做伙敬拜，嘛算作是咱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咱提早做伙围炉，做伙直接敬拜，直接做伙亲像一家人做同款，直接透过咱的歌声，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直接做伙组织。咱就真正亲像伫主内面的一家人，直接做伙，也做伙彼此分享，也来学习彼此相听。也愿上帝赐福予咱，也帮助咱，予咱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予咱搁一届合咱的主3千军，也透过今仔早起的礼拜，咱搁一届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伫咱开始礼拜进前。咱嘛为着各样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项，无需邀请大家为着过去的一冬献上咱的感谢，为着过去的一冬献上咱的感谢。希望伫过去的一冬，咱每一项所拄着的代志无共，可能有欢喜的代志，可能有忧伤的代志。但是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咱犹原相信上帝不断地引带伫咱生命中所经过的每一个时间，所以只是无需邀请咱伫礼拜开始前，咱先用一个感谢，诚做是咱敬拜的开始，用一个感谢而乐来诚做是咱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无需这些邀请大家，咱为着过去的一冬，也是为着过去这所经过的每一个时刻，咱咱的上帝献上感谢，用感谢来入上帝的门，入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帮阮伫过去的一冬，阮只拢看见着你的恩典的同在。主啊，希望伫过去的一冬，阮每一项所经历的有欢喜的代志，有快乐的代志，咱可能嘛拄着失望、拄着忧伤的代志。但主啊，阮知你无离开阮，主啊，阮知你无放下阮，你犹原牵阮的手，陪阮行人生的道路。主啊，当阮来回想的时阵，真正看见着你的恩典，甲阮参加伫地。主啊，阮用感谢，阮用阮的儿乐来回应你伫阮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我嘛感谢你，伫今早时来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三千块。主啊，感谢你，献上我一切我心的感谢。哈利路亚，阿乐你，感谢你。第二项，咱为着咱和上帝的关系来祈祷，跟咱献上咱的感谢。来回想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继续来祈祷，互咱的心智，互咱的生命会当甲主有较深的结连，互咱真正一生伫伊的恩典内面，一生咱的生命是住伫伊的内面。伫这个新的一年搁要开始的时阵，毋是咱的厝，咱所处的环境更新改变尔。更较重要是咱的心智，嘛爱更新改变，互咱的心真正是含主是结连的，含咱的心，咱所看的真正是主神伫上帝的身上。咱为着这样代志来祈祷，互咱甲主有更较深的结连，互咱的心智伫这要过年的时阵，会当一个换新，会当互咱的心智搁一摆来转向主神伫上帝的身上。咱做伙跪出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伫这个新年要开始的时阵，互咱搁来思想过去你所一切美好的恩典，嘛，互咱搁较爱了解，搁较认真来努力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主啊，因为阮知阮若离开你，阮袂当做啥物。主啊，互阮的生命真正建立伫你的内面。当阮的生命建立伫你内面的时阵，阮的生命就会当直直更新，阮的生命就会当直直无共款的反转。阮就搁一摆看见着主你的恩典，甲阮参加伫地。主啊，哈利路亚，感谢。第三项代志，咱嘛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咱的亲人，为着咱的亲族来祈祷。特别要过年的时阵，咱嘛看见侪亲人，看见咱侪朋友，为台湾无共款的所在，转来到伫台南，也是咱有一寡兄弟姊妹嘛，转到伫因的故乡。咱特别为咱厝内的人来祝福来祈祷，求上帝来赐福伫咱每一个所爱的
咱的家族的每一个成员，也互咱每一个人的家庭，真正拢会当宣告出耶稣基督要真做是咱家庭的主。互咱透过这个过年，每一个家族各一届自集的时阵，也要看见上帝恩典、上帝的听，就伫咱的家族中间。咱这开喙为着咱厝内人祈祷，为咱厝内，咱为咱的家庭会有上帝的经过，咱做伙开出来祈祷。然后主啊，感谢你所有的帮助，我谢谢你，主啊，我看见我是这样的家庭，在你手中是被建立，是你会记得，主啊，特别为了阮厝内的人来祈祷，为了家庭来祈祷，主啊，我也听到了每一个家族，透过这个过年的主题，透过咱家己家族，咱所爱的亲人朋友来祈祷，咱嘛特别会为着教会中咱厝内大家庭的每一个这个家庭中的人来祈祷。咱要特别为着教会中心灵忧伤、肉体病痛，还是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来引带，互因伫人生迷失的时阵，人生拄着困境的时阵。人生拄着忧伤的时阵，犹原有上帝真做是因上大的引带。咱做开嘴嘛，为着咱富强教会中，咱所立的每一个咱主内的家人，我们每一个家人，咱规个做伙开嘴，为着因来祈祷。好，主啊，感谢你，主啊，将每一个咱富强教会中的姊妹到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帮助。早起时个礼拜来祈祷，求上帝的圣神运行伫这个所在，对咱每一个人讲话，也对咱每一个人有帮助，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当带来无共款更新，带来无共款的快乐。互咱透过早起时个礼拜，透过咱的敬拜、咱的祈祷，透过最活塞同工的活塞。也透过夏无斯信息的传讲，互咱搁一届领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咱做开嘴早起时个礼拜，也为着家己的准备心，为着家己靠我的心，咱做开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将早起时个礼拜恭敬交到一你的手中。主啊，搁一届主持阮伫这个所在，互阮会来了解你的面。主啊，互阮只有一个靠我的心，互阮一个认真的心，来学乐敬拜这荣耀的光芒。主啊，互阮透过阮唱歌、唱诗歌，透过阮祈祷，透过侪人引带的活塞，透过夏无斯信息的分享，互阮搁一届来领受着主你美好的旨意，互阮搁一届看到着主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感谢你，主啊，你的传，哈利路亚，感谢你。亲爱的主上帝，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我们来敬拜阿罗你。主啊，求你伫早起时，互阮搁一届，用阮的声音，用阮野手的敬拜，用阮伫遮所献上的时间、温素、才能，来回应你美好的恩典。愿上帝早起时，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阮所唱的，阮所祈祷的，阮所服侍的，愿主你来欢喜，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候，请咱兄弟姊妹，咱做伙为咱的主位做伙起立，咱做伙用咱的谱啊拍谱啊，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唱这条诗歌，和山啊，来阿乐荣耀咱的这款至高上帝。
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之冠上帝，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之冠上帝，何塞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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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冠上帝，何塞那，何塞那，何塞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学了主的生命，传遍全人归乎主上帝，好山啊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学了主的生命，传遍全人归乎主上帝，好山啊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愿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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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了，学了主的生命，传遍全人归乎主上帝，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声学了，咱着这声学了，学了主的生命，学了主的生命，传遍全人归乎主上帝，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大声欢喜唱歌，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乐，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阿乐伊，咱着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大声欢喜唱歌。大声欢喜唱歌，称颂我的王。大声宣扬阿乐，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阿乐伊，咱着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乐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阿乐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乐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王，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阿乐。我们一起用华语来敬拜。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扬声欢呼赞美。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
主，你施行拯救，你施行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施行拯救，你是创造主，你施行拯救，你救赎我们，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丰盛之主，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我赞美耶稣我君王，大声的赞美你。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的大君王，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耶稣，你是我们最大的君王，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说：是的，耶稣，我一生要选择深深的爱你，因为你是如此深爱着我们，你是用你的恩典，用你的宝血来赎回我们的生命。神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说：神啊，我们爱你，我要用我一生来回应你这份美好的恩典。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再次对耶稣来说，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这就要求我们弟兄
姐妹，我们可以发出我们的祷告，发出我们对耶稣基督恩典的回应，来跟耶稣说：耶稣，我真的深深的爱你。耶稣，我真的是一生愿意回应这份美好的恩典，一生一世就是深深的爱你。我们一起开口，在音乐声当我们自由的来敬拜，自由的来祷告，向耶稣发出我们对他最深的渴慕。耶稣啊，我们深深的爱你。当我们在一生当中确实来追随你，特别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再次立志选择要来深深的爱你，来跟随你一生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超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事，我们生命当中所爱慕的一切。耶稣，谢谢我们一生要来回应你的爱。耶稣，你是神羔羊。耶稣，你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耶稣，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是我们一生所追寻、所渴慕的。耶稣，神羔羊。我感觉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神羔羊，配得一切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
感谢恩典的主，互阮经过四季春夏秋冬，阮开始进入迎接新春的开始。主你互阮领受四季丰收、满有上帝恩典的日子。当阮伫过程前，会主日三甲主日伫你的圣殿，来条件主，来感谢主，也来享受上帝所赏赐新的一年，互阮的意向，互阮的愿望以及阮的将来。主啊，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赏赐万物一切。当阮追求你的时，阮要看见上帝你将上水、上好、美好的旨意临到伫阮的中间。所以，愿这个礼拜真侪荣耀主的礼拜、感恩的礼拜，也是看见上帝恩典照顾所有的人，领受满满祝福的礼拜。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由两堂合并的礼拜，我们用台语、用华语一起来敬拜你。愿神的恩膏临在我们当中，特别在春节前夕、年假开始，许多的弟兄姐妹南北交流，无论是外出或是返乡，我们都在一起同心敬拜，因为我们是敬拜同一个主，也领受同一个恩典。就是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到神恩典同在的赐福，也领受从你话语得着的亮光。感恩祷告，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的，我们要一起学习，一起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让基本上你们站的，我们一起站着。继续来，我们来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大家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咱即是做伙来启应。伫启应文32诗篇130篇，我来刻咱非常大来应。上主啊，我对亲阮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着人的罪过，总是你的下边人。我必须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上主，比守望的人较适合，较天。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有救赎的大权能。咱即时做伙额头来祈祷，至圣荣耀的天父上帝，阮伫众人聚集伫你的面前，存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学乐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是历史的主宰，是阮生命的源头。过去一冬，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拢有你的恩手来扶持；无论是欢喜也是困难，拢有你信息来相随。我要为着你，互阮丰盛的恩典献上感谢，将这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圣名。主啊，新的农历年就要开始，
阮用谦卑的新的一年交托互你，求你使阮带领着阮的教会，相处清澈的意向甲方向，使阮教会伫真理徛伫稳固，听心当中彼此建立。求主祝福，互阮的教会伫54年宣教、教育、关怀、团契各项事工的推动拢顺利，使阮所做一切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希望你的国度。愿你的信心常常充满阮，互阮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做世间的光甲盐。我嘛要为着咱教会的牧师来做祈祷，求主赏赐因有属天的智慧甲能力，忠心传讲你纯正的道理。伫牧养甲带领当中有疼心甲忍耐，求主保守因甲因的家庭，伫心灵拢得到看顾，互因伫服侍当中有主的引带甲带领，常常对你来得到平安甲喜乐。主啊，我嘛为着咱教会的长老、执事甲同工来祈祷，求主赏赐因有谦卑合一的心志，伫议事决策当中有对你来的智慧，伫侍奉当中有忠心甲喜乐，互咱教会伫治理和推动事工上，拢照你的旨意。我嘛要为着咱全体会友来做祈祷，求主看顾因的家庭、事业、学业，甲身体健康，软弱有主你的扶持，忧伤有主你的安慰，密实有主你的引带，欠缺求主供应，愿众兄弟伫新的一年，较无你的规矩，为新的教会生活彼此相听，彼此建立。天父上帝，愿将新的一年，互阮会当离骹步更较稳健，心智坚定，凡事尊主为大。求你互阮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伫这个世代见证你的荣耀。阮的同心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仰受上帝话，咱记载的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伫以弗所书第2章18节甲22节，第二位是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我来读。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信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侨民，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内人。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最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结结合，渐渐较大，成做神的殿，归属主。恁甲伊连结，靠信心的帮站，嘛做伙受起造，做上帝徛起的所在。第一位，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恁伫真济见证人的面前，对我听到这个教示。要交托互迄个忠实，嘛会谦卑，教示别人的人。咱献诗，咱由咱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俄勒伊大尊名》。献诗煞了，咱由咱下牧师要来正道。牧师要今日要传讲的讯息是：用书健康的教会本质。主要守最君王，
心中有份就离开，那你愿意，今后要守将关系命。亲像出大太阳，灿烂像是水落笔，因为救主来，我互咱快乐欢喜。同心阿拉手，哈利路亚，华夏头皮下。同心阿拉手，哈利路亚，快乐向前行。感谢主，多谢圣乐队唱这条安尼，大家足轻快的诗歌啦吼。是咱敬拜上帝有严肃的一面，有安静的一面，但是嘛有迄个跳跳，混搭啦跳舞的一面。这是咱敬拜上帝，是出对咱的内心，出对咱对心灵甲主的回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已经是吼，咱。台语唔知要哪讲，但是咱知影讲叫做少年夜，少年夜就是今仔日已经是过正前2日啦所以嘛是已经咧过正了，因咱已经连续假了啦所以咱先甲隔壁祝一个早年讲迄个新春恭喜，耶稣听你来。感谢主。今仔日个礼拜咱。只有一场看到一个足趣味的情况，因咱小朋友主日学因为老师有的休假，有的同学外出了所以干脆就暂停了。所以今天有国中、国小的小朋友在这里摇手一下，来，小朋友摇手一下。刚刚拍小朋友拍婆起来，刚刚小朋友拍婆起来，都是小朋友所以今日有小朋友跟咱做敬拜上帝啦感谢主。我们一年有几次的联合礼拜我们都在学习来适应不同的语言，对不对讲台语的说华语的安尼其实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多语言的社会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说哪一个语言才是最主要的、最唯一的，我们要学习去接纳。或是融合不同的语言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说华语的弟兄姐妹，嘛有讲台语的可能国语听无啥有安尼，毋过看文字嘛加减知影安尼。咱住伫南台湾会晓台语应该是加分啦。有人讲我袂晓台语安尼活足快乐的，应该是会晓台语加足好做生意啦、交陪啦、交朋友嘛，继续进步所以多语言成为我们现代社会一个必修的课程。咱现今的副总统咱现今副总统萧美琴她是一个就是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美国人伊咧分享的时候，伊讲他小时候就是在台南神学院长大的。刚好牧师那个时候也是神学生定看到迄囡仔伫外口走来走去安尼，无想讲今仔日做副总统伊就咧讲，伊讲伊伫厝里拢无违和感因为
阿嬷敢若会晓讲台语，所以甲阿嬷讲话就自然台语就走出来啊。甲妈妈就讲英语吼，去学校讲华语安尼，所以伫因兜吼，伊3种语言转来转去，囡仔人无感觉我是咧讲华语，咧讲什么语，反正我意思表达得出来就好。我嘛期待啦吼，我们富强教会难得有时候会有一个联合礼拜哈，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富强教会是这样子是大家在听牧师讲道唔知影牧师是讲台语讲国语，就听落去就对啦吼。咱分2场礼拜，也不是因为说我只听得懂国语，说我来听国语礼拜我敢若晓听台语，我吼敢若参加台语才听有安尼，以后可能会变做讲就时间的问题佮人数的问题咱分做2场啦吼，分做2场，分做2场，只是大家场次不一样而已，不是因为语言的阻隔，那就是我们一个，特别是今天要思考这个主题。像健康教会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跟里程碑愿神赐福大家。今天应该还有很多从外地北部回来的我们教会的应该是富强桥啦嘛是富强出身的兄弟姊妹，欢迎咱大家做伙同心伫遮敬拜。顶礼拜咱举行好会所以咱有用这个主题叫做健康教会本质，当做一个宣告咱。顶礼拜因为好会聚会，咱无法通讲伤完整，所以今仔日我要通过同款的主题经节，甲咱做伙过来学习。咱要分享进前，咱搁做一个祈祷。现在主上帝感谢你，阮三甲组织伫你的圣殿，是因为阮有同款的信仰，有同款的领受，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阮无同款的背景。无同款的教育，也无同款，可能所徛的所在也无相，总是阮要做伙思考伫主的内面，做伫教会三甲成长，三甲领受救恩，也三甲做宣教，要成做一个大家庭。这要紧的功课，愿你互阮对这有美好的领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重新思考健康教会本质。咱顶礼拜是做一个较整体性的原则上的宣告。但牧师要透过咱的周报咱周报因为咱甲1场啦定，所以咱第2场礼拜迄个空格啦，迄个程序空格，我有印出咱教会使命宣言咱讲富强50，向神奔驰。咱嘛是要搁一遍，甲咱的兄弟搁一遍强调。咱教会50几年有5大目标，就是咱叫做咱的教会使命宣言5项。这5项要透过这礼拜，搁咱3月初牧师主理的时阵，搁来甲咱完整做一遍的思考伫这思考中间，咱经节小等的会搁做复习啦。我们要一起思考说，这个健康教会的本质有5项，就像我们50禧年有一个5大方向跟目标。当然，你可以立很多足水的迄个标语啦。但是我们觉得说，富强教会在台湾、在台南这个地方，这5大目标是我们极力去追求、极力去成长、极力去完成的。因为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健康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基石，所以我们才说健康教会的本质。那这5大目标，牧师要分2个阶段，今天要分享3个。第一个，我们再次重新复习说，我们富强教会树立在东区，树立在以前的富强路，现在的富强社区。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一个最主要的中心思想是。咱富强教会是一个上帝永生上帝的家，确认这是爱成做真理的条约。这个是成做咱一个成立的宗旨。那这个无，咱富强教会无论是外头这偌济人偌尔澎湃，拢无法度人去证明，这个是属于上帝。
所以福宫教会是永生上帝嘅真理的调教，也就是咱五大迄个使命宣言的第一项。当然，兄弟姊妹，咱知影教会身份是上帝嘅。咱真侪兄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做祷告的时候，讲上帝啊，我们是奉你的名来设立的富江教会，奉主的名，意思讲唔是咩人安尼伊有一个构想，讲想要设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我就把它设下来了，做很多的活动，很多人喜欢来，都不是，是因为这个教会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家。既然是上帝的家，不是教人的想法，安尼像拼拼凑凑拼贴而来，而是上帝的家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宣告、上帝圣经的教导来建造。它不是人的组织。这意思不是咧讲咱这人都无算，不是啦，不是用人家己一些想法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团体，而是根据上帝的家这个真理来做这样的确认。特别是我们现在台湾或是全世界整个价值观或是整个思想，非常的澎湃的时候，价值混乱、真理相对化的世代呢，我们很多人是想说，你的教会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确信，那个站得住的地方。如果说教会为了迎合所有人的需要，我还算不了比保险公司较无用啦。保险公司大人拢有咧卖，对不对？有人讲保险公司干那讲无咧卖，就是无咧卖棺茶安尼尔。那换句话说，你保险公司就是应付所有的人的需求，从老到少，男女，还有各样的不同的背景的人。但是教会呢，你说什么都卖，卖到最后什么都不是，就不像教会了。教会是一个站在上帝真理的地方，因为这个真理我们确信，它是从开始到现在，是人类生命的根基。你再怎么变化，除非你不是人了，不要再做人了，或是不再有人性上面的需求，变超人或是完全行尸走肉。不再有人的需求，要不然上帝的真理是因为神看见人的需要，圣经就是上帝所创造，根据人的需要，他把话语传给我们，好像一本人生的生命手册。那我们要按照怎么走你不按照这一本生命手册，或是我们现在很简单说，你买了一件非常复杂的机器，你不要按照那个使用手册你自己乱装拼装随便乱使用，或是插上不同的电源的电，或是不同的油，那不得了。所以教会供起来非常丰盛，但是它的单一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世人看到这个真理站得住的地方？这是保罗所提醒提摩太的。保罗提醒提摩太咱伫拄啊永生上帝家有一则经节是对保罗来甲即个提摩太讲的话啦讲是永生上帝家是真理的调教甲根基。咱整个伫教会咧服侍、咧努力咧去做，你若想讲我做的这个代志到底有意义无？有价值无？这个活动是去要讨好人很热闹、很欢乐到时候什么都没啦。还是讲我做的这个代志，教会做的这个事工，会真正有卡伫甲迄个结连，就是影响上帝家所要爱，是真理的调教会当发展出来，而且是一个根基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讲教会的主权甲根基方向是来对上帝。意思是人可能会当用真侪创意来，这个上帝的主权甲根基较发展，但是唔是用人的做法、人的想法来代替咱的上帝。所以请会记得，既然是上帝家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要甲咱兄弟姊妹三甲思考探讨。
咱会记得顶礼拜咱开好会对无吼？啊，贾牧师甲我讲，咱教会袂歹哦。咱教会虽然那个会员和会哈，出席的人数不是想象中那么全员出席啦哈。有些人因为有事情外出，有些可能是慕道友或是会籍不在我们这边，他就客气没来参加。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会员一旦点完名哈，无人提早离开呢，拢留落来，表示讲他很认同这个教会。在听报告，虽然有时候很冗长，或是觉得这个报告我都了解了，都懂了，但是你还是很认真在听。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大大小小因的需要，我嘛足关心。唔是讲这领导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台湾话足趣味吼，讲领导的代志，意思是咩？跟我家无关呐。但是富强教会是一个上帝的家，是我们的家是咱家的代志，唔是恁家的代志啊。所以意思是，咱大家三甲有份参与伫遮。所以基督徒上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你唔是消费者。伫这间教会中间，你唔是去保卫公司，你是伫这间教会委身参与、认同有份。咱遮一个家庭，若是一个人伫遐吼，大家代志拢无爱做，敢若换来张口吼，咱会感觉这个囡仔吼，咱一句台湾话啦，吼，咱较早拢讲一句话咧讲，咧批评话讲个啦，食骹中央的有无？食骹中央什么意思？吼。干那要食唔做啦。换句话说，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仍然以来富强是一个消费者的观念，你会觉得这间教会跟你的关系就很粗浅，因为你对他的昌盛、衰弱、事工你没有印象。或是不在意，因为我是食骹中央的食无我就食别间食别骹这骹唔食我食别骹。吼，咱台湾话嘛，佫一句话讲吼，食过区啦，食过区，这区食了，佫食迄区。你纯粹是一个消费者。今天南纺真好消费，我来遮消费。后摆若佫去一间比南纺较大的南纺，我就没落啊，我要来北京啊。基督徒不是这种心态。你是家人，因为家人，所以你有责任，你委身，你认同。他的兴盛就是你的荣耀，他的软弱衰退是你的负担，你愿意投入在里面。因为一个教会的兴衰，不是看长老、牧师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我参与在里面，这个家庭就兴盛了。这个家，上帝的家，也同样兴盛。所以，以弗所书2章19节我用台语来读就好。伊讲，所以恁外邦人已经唔是出外人，唔是侨民，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来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是外邦的，无论是外地的，无论是初来乍到的，或是已经这边定根许久的，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家内的人。国语的圣经说：“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你是上帝一家人。”今天我们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既然教会是上帝的家，那我们每一个成员不能说你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都按照你的意思，是大家同心在寻求上帝的家应该有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教会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拖住见证真理。我们说是柱石挑就，柱石不是创造哦，我加一个新的，不是那个挑就，不是创造真理，是把真理牵条的就对了，把绑好安安呢。咱嘛是听啦，看到新闻拢在报讲，哇，某物所在豆腐渣工程啦，去，怎？伤重咧灌石落布的时阵，规拢落落来，因为迄铁筋绑无按呢。富强教会要成为一个拖住上帝真理的教会，特别是很多错谬的当中，你是以圣经为根据的，
而不是人云亦云，大家讲这样啊，新的思想、新的思考，融合人的那个需求啊，你就把圣经曲解掉了。甚至我们有时候要用在爱中来说诚实话，因为教会在运作过程当中，难免有人的私欲，或是人的软弱，或是人的思考。我们有时候在1月初的时候，长老就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宣告，就是讲，长老、牧师是小会员，是咧维护教会的真理呢。意思讲教会真理爱才会同工努力去维持，唔通安尼互伊偏差去啊！迄错误的教示拢走入来，你佫想讲这真新鲜哦，真趣味哦。你要爱心说诚实话，要指正，要坚守，要维护，要让上帝的话在当中发光，而不是用人的话。弟兄姐妹，教会的呼召是什么？是活出真理相称的生命。你讲啊，大家人拢就跟我讲，讲啊头头是道，什么真理都不难不倒他，但是没有生命的见证，那等于是一个贴在墙壁的海报而已啦。所以教会要活出真理，不是大家跟我讲，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个媒体非常的发达啦，图卡啦，影像啦，宣导很快啦，但是记得到最后还是回到它的本质，就是你的生命是相称的。你有活出这个真理吗？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见证你所说的真理。要是你的所作所为行为跟真理10万8千里，你讲来阮教会真好哦，讲若看到你我就唔好安尼。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讽刺，对不对？所以真理不只是被讲述的，是要被活出来的，因为生命就是最有力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主题，上帝永生上帝的家，我们一起来努力说，让我们重新委身在上帝的话，使富强教会成为一个站立稳固、照亮世代的真理之家。咱问讲，大家想到富强教会，可能会讲真侪项，好歹不管啦。但是讲，这间教会对圣经真理真坚持呢，足用心的、足努力的，会友拢足照起工的呢。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站稳在真理的柱石上面。第二，是咱5大宣言中的第2个，成为活出爱的健康教会。活出爱，刚刚有提到啦，当咱把生命挖出来的时候，互人认捌真理。你我大家的见证，要真做富强教会是间健康的教会，是间疼的教会，爱互人看见疼，这疼看有到，安尼才有意思。弟兄姐妹，人不一定记得我们说过什么道，但一定记得在教会中是我被爱过。耶稣说，彼此相爱是门徒最明确的标志。这个也是我们在举行那个幸福小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跟观念。咱讲招人一个青疏人，一个慕道友来教会，还是讲来幸福小组，哇！你对头到尾讲一大篇道理不是说他听不懂，他突然间觉得，这观念我突然间怎么吸收啊？他最正确、最明白、最感应、最敏锐的就是你这一个团体有没有爱？我受不受欢迎？我受不受尊重？我受不受尊荣？那这样的话，你要讲道理才讲得出来。所以这句话，让咱一个清楚了解讲，当你伫教会，互人听到，互人关心到，互人帮赞过，你会感觉讲这间教会，真理有效哦，我嘛要来听看嘛咧，我嘛来学看嘛咧。但是你口口声声都是真理，都是道理，但是讲话你的口气、你的态度，让人觉得说，你高高在上，你足骄傲的，你看悬无看低，你连我伫遮拢无甲注意，哇，无甲你咧讲，因为相爱、被爱过，对这个团体才会认同。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来读国语的哈，华语他说，耶稣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要见证认识耶稣的学生啊，咱讲道理免讲伤多啦，三听不是遐简单的，对吧？有时候要委屈自己的，要看无家己呢，要谦让呢。那当有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上帝门徒的标志。所以，兄弟姐妹，爱是主给教会的命令，不是选项。因为我一条新命令给你们，意思讲，这也好，那也好，你要做这无？这若无做这好唔好？唔是，耶稣讲命令，命令就是讲，你唔做，除非讲我无爱做耶稣的学生啦。你要做学生，讲是，主你爱我做，我就要认真甲做甲到。6分做到7分，7分来8分、9分安尼。所以彼此相听是新命令啦。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所以爱，请记得，它是一个顺服的行动，是耶稣教我们这样做。我要顺服，爱遵守，爱认真甲做到。我做袂到，我安尼吼，安尼我个性足硬斗的吼，做袂落咧，我嘛爱认真搁甲做一下，压互弯啦，压互翘啦，压互软啦，不是说我做袂到，我做袂落。我不爱走，就是说主耶稣命令你，除非你对主耶稣的命令一切不顾，不要，你不想。所以爱是顺服的行动，不是凭感觉有感觉才做，没感觉就算了。这是第一个命令。第二个，教会有爱是健康教会的温度计。前教会会足烧热、足温度、足有温度，安前教会就会显出上帝的疼。若无冷冰冰，大家面拢安尼黏珠珠，无笑容。有时候我感觉到咱拄好拄着这个年节年节都有的人出外，有的人去探亲，有的人去回娘家或是回故乡，有的外出旅游，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住厝内摒扫较重要过正要到也是赶紧菜市足无用，我赶紧来采讲一下。想讲，哎呀，无来教会足无彩，无来感觉个人欠啥货所以无论安怎，无论外无用，先来教会才讲啦。那个气氛就是让你觉得说，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个温度计。看到某咪兄弟、某咪姊妹，感觉讲哇，我一礼拜那种感觉足好的啦那个感情，或是觉得那个有一个安顿，觉得说一个礼拜大家见面一次打个招呼，彼此关怀一下，觉得哇心中满意。那这个教会就有温度了。那你就说不得不来，哎呦，就变强的呢，就变强的。你会觉得这个教会有温度吗？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做完礼拜，大家东西南北我哋就做一走啦，唔捌咧打招呼啊。因为这间教会安尼有温暖嘛，足奇怪的。温度计，所以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讲，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啦。但是请记得有真理没有爱，会变成很冷硬用硬邦邦冷叽叽。但是有爱没有真理黑白冷黑白照，无风用。所以两个是真理跟爱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期待。爱是最有力的福音见证，所以教会人讲要互伊健康，教会要互伊成长，教会让他兴盛。人讲无撇步啦，三听做第一，用听来见证真理。所以世人因为爱认出我们属于基督，那教会成为受伤者的避风港。在这边会被医治了，会被安慰了。所以咱圣经常常一句话，咱拢会晓用出来引用讲喜乐的人共喜乐对无甲伤心的人共做伙伤心，意思讲我们陪伴着他。有一个小故事来咧讲有一个阿公因为伊的太太年老都
过世了。啊，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啊，所以这阿公吼，足伤心的啦，足伤心的。啊，因住伫隔壁厝边一个查甫囡仔，吼，啊咧，甲即个阿公就真熟，就走来阿公的即个身躯边安尼，啊拍伫伊的迄个骹头乌啦安尼啦，安静甲陪伫伊的身躯边安尼。啊，过一阵啊吼，即个老阿公啊，就甲即个囡仔送过隔壁伊的厝啦吼，啊特别甲即个查甫囡仔的妈妈说多谢，讲哎呀。恁这个囡仔吼，真乖真好呢，多谢恁。你的囡仔吼，甲我安慰了真济安尼，我甲这个妈妈感谢呢。啊，这老母吼，想讲奇怪啊，这个囡仔都也捌世事，哪会甲我讲甲这个阿公啊安慰真济呢？啊，这个老母就甲囡仔问啦，问讲啊，你刚刚是怎么安慰阿公的？我都不会呢，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查甫囡仔就应答讲。我什么也没做啦，我什么没做，我只是陪伴在他旁边啦。他哭哈，我陪他哭啦，然后他流眼泪，我帮他擦眼泪而已啦。好，这是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什么意思？教会哈，不是讲偌侪真理人才听的，都是因为跟爱上的人同爱上，甲伊陪伴，让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你不孤单。有人讲一句话讲，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分享哦，快乐分享会加倍，但是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痛苦。痛苦一分担就会减半。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会举办这个哀伤陪伴？目的也不是说我们讲的你一听就会了，不是，是因为陪伴，是因为分担，然后整个生命的力量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你有关心到身边弟兄姐妹，不论是小组、团契弟兄姐妹，有人遇到苦难、遇到挫折，你会为他祷告，你会安慰陪伴。所以，我们的代祷团队也是同样这个意思。许多人有讲不出来的忧伤、忧闷，也不方便讲，写下来了。但是有一群代祷的勇士。在代祷室为他祷告，神的安慰跟扶持就来到了。所以第二个，求主帮助我们互相教会，成为一个让人走进来就感受到基督之爱的健康教会。一进来，他如果转身就走，我们要检讨说，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地方没做好？我们教会今年在庆祝50几年，对不对？我们推动很多研习会，我们当然很认真的去邀请很棒的讲师来，但是我们的同工就一直强调说，这讲完要讲啥，咱也无事先知啊。但是一个互人看到就知影讲，我来参加很有意义，就是整个弟兄姐妹同工的接待。迄个接待互人讲，哎呀，我足宾至如归呢，感觉讲人遐尼重视我吼，甲我引导座位。帮我送一些资料讲义，要离开的时候佫甲我赏，就亲切，笑容满面。你会发现说，他们感受到，他除了听了很多讲演解说以外，他印象最深刻，可能是因为你第一面接触他，邀请他，欢迎他。所以咱教会这李斌师长足厉害呢。人入来拢行咧，行90度咧，欢迎光临啊咧！这个是好像是一个仪式，一个程序。但请记得，让人家感受到基督的爱，都是健康教会的根本。第三个，我要跳到第5点。我们第5点就是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教会成为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就是要把信仰传承下去。这3点，这是今天的第3点。弟兄姐妹，咱拢知影，教会如果只顾现在，就会凋零；教会如果看见下一代，就会看见未来。上帝的心意是信仰，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们用很多努力啦，咱看去去年咱咧选中级无，咱有讲不管如何，我们这一代多优秀多厉害，我们要给年轻人一个平台。
好一个立足点。所以我们说40岁以下至少要有，每一次选举都要有40岁以下的人，不是说啊快点40岁哈，就是一切都好没有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给年轻人机会，我们就看不见未来啊。所以呢，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是信仰要代代相传的。讲这个，特别在这个时机点，非常非常重要。一来是我们50几年，咱50年，50年个过，咱家有吼，50年前就开始伫遮的啦。啊，有人咧讲，牧师，咱敢毋来办一个吼，甲教会培会这样兄弟，小甲表扬一下。就讲伫1976年出世的啊，这样兄弟哈，即马已经拢做妈妈做阿公啊，这个爸爸吼，50年啊，对不？好。但这个只是年代的计算而已啦。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代跟一代越兴盛越传承，那这是50几年。但是同样也是，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哈，你表面上看起哇，台湾迄整个产业吼，安尼一扑扑吼，啊，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讲了安尼袂歹，成果袂歹。啊，台湾有足侪什么护国神山啊，世界第一的产业啦，看起来好像心安尼普普啊，真欢喜。但是其实我们是要看见说，在这些繁荣的表面之下，人的需求是什么？人的身心安定的地方在哪里？特别是我们那讲，迄只船哦，爱有趴顶一个锚啊，那个锚如果没有固定。这个世界翻转的海是会把你淹没的呢。你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锚，把它牢住了、固定了。那教会要给年轻人什么？这是我们很大的课题，而且非常的严肃。前不久哈，那台湾啊，我们基督教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就是由基督教协进会成立的。他们举办一个叫做“关键面对”的讨论会，这是咱的基督教协会邀请了10多个台湾目前在针对青少年，或是说特别是青少年曙光的这些领导者一起来开会，有100几个底下做为开会主会就对了吼。要讨论一个主题啦，就是讲过去哈，从疫情到现在。我们的协进会就是整个台湾的教会的一个服务机构，它开始做很多的统计说教会的教室变化，会友多啊少，人减啊加，奉献多啊少，教会增加啊减少，哇，检查了到底是实际的数据哦。这个关键面对讨论到一个非常尖锐，而且是急迫的主题，这个主题叫什么呢？有13个儿少事工的领袖来带来一个数据的观察。他说，经过实际普查数据显示，台湾教会儿童人数在疫情后怎么样？剧烈下滑。青少年进入国高中后，人数直接砍半。咱会记袂？咱顶礼拜，咱的瑞平牧师不是在报告青少年牧区吗？他提到一句就在讲这个讲说，突然间少年囡仔怎么无去啊？唔知走去倒啦？到底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就减半。无论是大教会或是小教会，城市的教会，乡村更不用讲。他说直接砍半，到底消失去哪里？对了，少子化是一定的嘛，对不对？但是也不能说少到全部都是不见了这是这关键面对他们这个论坛才1、2个礼拜前举行的他们是累积了很多数据，应该在今年当中我要做更多的研讨，到底青少年需要什么？为什么他们离教会而去？把来教会看作是一个古老的行动，已经不吸引他了。那问题是教会错了还是小孩错了？我们一定要去找问题出来对不对？因为那个数据显示说，儿少正在离开教会，
目前台湾有1/4的教会没有儿童主日学哦，这是数据哦，不是黑白有的哈。有1/4的教会都无囡仔，啊若无是无老师，啊像北部吼啊无要带囡仔来啊。他实际调查说，疫情期间1/4的教会已经没有儿童主日学，而且更严峻的说，无主日都吼，这就是看人减少无问题啊，是安怎？但是更严重是什么？叫做年龄断层啦。即使儿童来主日学，哇，到国中讲啊，我唔甲你去啊。到国中以后，每个年龄层从11000多直接降到5000多，那就看到说糟糕，教会如果不赶快找出原因、找出理由，就像一个公司在做生意，较早生意拢真好呢，人客拢足多，突然间讲，啊，人无人来啊，生意拢无人做袂起来，物件拢无人要买，较早这个物件是大家烧抢呢，啊，这无人要食，到底是你做的无好食？还是你煮的无好食，还是人已经口味改变了？那就是我们教会面对50几年之后一个重大的重点：怎么样把门徒培育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讲，他说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国中1年级的女儿啦，去小儿科看诊。哇，这小儿科看诊的时候，囡仔拢无讲，拢妈妈在讲。妈妈甲医生咧抱怨讲：“哎呀，伊吼，阮查某囝不懂事啦，不听话啦。阮囡仔吼，你敢知影？今仔日佫讲伊腹肚痛啦，无爱去读册啦。啊，对开学到现在吼，逐工拢安尼呢，食药也无路用啦，请假遐济啊啦，准备要互退学去啊啦。医生啊，你感觉应该安怎做才好？讲要看医生安怎甲医就对。”在这诊间外面，这个妈妈太着急了，讲话很大声，大家都听到了。大家心里明白说：“哎呀，连外口的人拢替伊诊断，你敢知？不是医生诊断的。伊讲这个囡仔大概吼，不是真正腹肚痛，应该是这个囡仔人际关系有问题了，对学习没有动力了，甚至可能是手机成瘾了。所以他对学校这个环境他格格不入，根本就不想去。啊，你妈妈一直说我有病，我就是没办法啊，去那边听不下去啊，所以变成他的心理影响到了生理。但是妈妈眼中一直认为说，女儿的问题医生可以帮我解决，但是大家一个结论说，其实最重要要改变的不是孩子，是妈妈。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你按照旧的方法要求小孩，小孩就根本跟不上来。他说用这个小故事在显示什么呢？台湾今天很多小朋友、很多儿童、青少年不想来教会，其实不是你教导的不好，不是你唱的诗歌不好听，而是今天的小孩他在内心深处缺了什么。而且咱青少年时光用这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回应甲见证就对了。所以兄弟姊妹，有人甲称呼讲今天咱的青少年就是 Z 世代跟 Alpha 世代，他们是半熟的大人，他们是平板原生代，平板原生代。他找答案不要问你哦，不要问老师哦，平板里面讲的比你讲的更好。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权威了，他不会相信权威，因为我手机里面、我平板里面才是权威。因为他答案都找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世代的传承呢，问题不在孩子爱不爱主，喜不喜欢来教会，而是在教会跟家庭是我愿意成为新世代的叫做属灵父亲呢。父亲都不是安尼关啊安打开严父那种，是陪伴的。所以他们在做一个结论说，不是给答案的权威。甲孩子讲，你就教你就对，无理句话，无要听啊！零用钱卖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啦。你要找出了陪伴他们找答案的同行者，一种陪伴他。今天教会也不能再像我是真理的代言人，小朋友都只听我的，他们大概没有办法相信，或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有没有办法陪伴他们成长？
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努力分享说，门徒培育训练是主亲自交代的使命，不只是带人信主，而是要教导遵行，让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意思说，我们不能用传统照本宣科，我讲什么你不能有第二句话，不能挑战，不能询问，不再是我们那个时代，老师说一我就一，做笔记你写的答案要跟老师讲的一样，不再是那个时代了。第二个，刚刚我们可以用一个经文来印证，就是我们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个涂颜色的说，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指令。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互相教50几年重中之重的使命，是让新的慕道友或是年轻人教导他们成为神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这个真理。刚刚我们读了第二段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2节，他说：“你在许多证人面前领受我的教导，你也应该交付给你所信任能够教导别人的。”那就是世代传承啊。保罗教导给提摩太，然后他交给提摩太说：“你领受了就完成了吗？”不是，他说你也要交付给你所信任能够教导别人的。主日学老师一代过一代，我们的长职一代过一代，我们的团契领袖、我们的小组长都是一代过一代。你要找到交付给你所信任，而且能够教导别人，意思这个真理是一贯的，而不是谁讲就是偏差的。第二个，属灵传承需要刻意经营呢。这个属灵的传承要刻意，不是投入时间、关系跟胆量，不只是课程，而是分享跟陪伴。因为我们知道咱现在有足多迄个认知心理学的专家或是研习的专家，他认为说听讲课是最差的，因为领受最少，一定是分享，一定是对话，一定是讨论，甚至是辩论，因为这样你才会成为你自己的。要不然老师讲完了，你嘛袂记啊，你抄你笔记簿无搁看，就无记啊。所以，我们怎么样陪伴我们年轻一辈？一个信仰的传承，一代传一代，要有榜样。我们期待我们这一群领袖，你的榜样不只是你尽你的责任、尽你的本分，而是因为你要成为下一代的榜样。你不是只教他听一听，而是你愿意陪伴他。那这里兄弟姊妹，咱同工带领门徒不是那么简单呢，讲完课就结束了呢。有的是陪伴他，有的是1对1分享陪伴他成长，陪伴他能够成就。第三个是每一代都有承接使命的责任，每一代都有。今天的门徒就是明天的工人，是服侍者，教会因此就持续被更新。弟兄姐妹，今天咱联合礼拜我们礼拜2还有一堂，所以等于我们把上2堂拆开成今天跟礼拜2了期待大家礼拜2如果没有外出，春节大家再回到上帝的家，一起来过春节，大家彼此祝福新春我们期待这些使命宣言不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标语，我们愿富强教会成为一间不断兴起门徒、使命代代延续的教会，这是我们心中的期盼。弟兄姐妹，50几年热闹可能一下子就过了，但期待我们的50几年，大家把一个重要的使命放在心中。50年是为了要让未来的50年更加永续的。一个出名的作家写一本书，叫做《从 A 到 A Plus》。用从 A 到 A Plus， 意思说一个产业它是用产业的角度讲的，要更升级。期待我们教会是一个升级的教会，是一个代代门徒延续的教会。愿上帝赐福大家在春节的时候一起思考这个很重要的课题，也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
上帝爱的家，大家喜欢来这里，喜欢待在这里，喜欢在这边互动，喜欢在这边研习真理，喜欢在这边享受爱。愿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要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咱真惜我们唱台语的啦求主复兴教会咱坐咧吟，咱唱了，咱做伙来祈祷来回应。求主复兴教会，顺利关联成就，迎你我命有那个会，甘我情人领袖，求主复兴教会，求赐阮的心志，阮到生命的花的会，迎你万灵的归，求主复兴教会，互人心平听你，吹打迄无外水的溪，互阮心情稳定。求主复兴教会，充满诚实温素，福音真理连环传递，应当拢归于主。姊妹，咱用拄则咱所领受的圣经的真理，用拄则牧师所分享的，咱用周报所写这个大纲内底3个主题。教会是永生上帝给真理的调教，教会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让人遇见爱。教会成为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把信仰传承下去。我们借着这3个主题，一起来祷告回应说：神啊，愿我成为其中之一，一起坚守真理，一起用爱传爱，一起培育下一代的门徒。我们用这样的祷告来回应主。第二，新春正10天的年节，咱甲主祈祷讲，互我过着一个有意义、充实的新正的假期。咱有人出门出外旅游探亲，也是对外地转来，求主保守大家出入拢平安，互咱享受到一个家庭团圆所来，别项袂当替换迄个温暖甲喜乐，互咱过正的时阵，无论是食食，无论是生活，咱拢平安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有快乐的心。最后一项，咱为着咱所捌的亲人，咱所知影有拄着病痛，也是拄着哀伤艰难的事，也是家境拄着挑战的兄弟，咱提名对因来祈祷，照你的所需要，为着你所疼的亲人提名来祈祷。咱为着这事，咱同心做伙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人做讲成事保守伫阮中间，看见上帝你的恩伫阮中间大大做工。主啊，帮助阮，真做上帝你真理调教的一份子，也真做健康教会中间的见证者，也真做阮做伙培育门徒、引传门徒，真做上帝的圣会新的一代领导者来祈祷。我为着新正，大家出入平安，大家喜乐健康，大家团圆欢喜，大家有主你赏赐的保障身体，也阮为着病痛中的兄弟，为着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我的圣心祈祷同在，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在新春的年前，大家同心合一，一起聚集联合的礼拜，无论是台语或是华语，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合一的恩典。上帝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新春的时刻，一起思考健康教会的本质。主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一起在教会当中看见真理在我们当中，来成为基石，成为柱石，也让我们看见借我们彼此付出爱，让爱更加添在互相教会。
也让我们看见新一代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变化当中，年轻人需要什么，让我们虚心去探求、去询问、去明白，让他们知道这个永生上帝的家是他们永远的归宿。神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而且新家有的兄弟对北部外地倒转来，有的出外旅游，也是探亲。上帝，阮求你保守大家，特别伫交通上真无用的时，大家出入拢平安，大家人伫南北交流，身躯身体拢有健康甲喜乐。团年来看见上帝听伫阮中间，享受别项袂当代替迄个天伦之乐甲平安。阮也求你保守，看顾教会中有病痛兄弟，因伫静养中求你赐因快乐，也赐因医治，互医生所照顾的有效果伫因的身上。也有家庭拄着死失的，拄着艰难的，也是家境拄着挑战的，愿上帝你的平安、快乐甲信心，也甲因三甲伫地。主啊，阮福祥教会50几年，毋是只干那闹热庆祝，是看见上帝伫阮教会的心意，互阮新的50年，搁较看见上帝你伫阮中间所做奇妙的事、恩典的事、祝福的事。感谢你，愿你赐福阮今日伫你面前的摆上跟祷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咱请会长起立，咱来唱着奉献的诗歌。咱会众请坐，咱做伙来看到咱本州的根据，伫咱州部的第8页，咱台语和华语拢来读一解。咱做伙来，因为恁是付出代价买来，所以就用身躯来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6章第2节，咱用华语再读一次，因为你们从教。所以要你们甚至荣耀上帝。
我们的周报在第2页，我们新春礼拜的诗礼，是咱花文凯指示，其他当讲，咱请家己来看。伫咱的集体交通的部分，咱2月17，农历初1，是咱的新春礼拜9点举行，那么邀请兄弟迄天会当做伙来参加。而咱第2点，咱第3点。咱是原住民的奉献主日，那么邀请兄弟会当来做关怀和关心，为这件事来做奉献。而咱第4点，咱3月14要举办小组的时间研讨会，咱是拜六对下晡9点到下晡5点，那么邀请兄弟会当来做报名来做参加。而咱顶礼拜第5点，而咱顶礼拜的好会。嘛顺利完成，咱的好会手册阁有剩，若是有兄弟需要，会当来咱办公室来做领取。咱第6点，咱的代祷团的部分，基督耶稣受难40天的禁食基督礼拜，伫咱2月23开始。咱第7點，伫咱本奖学金，伫咱3月7、8，来做截止，伫咱3月22要做发放奖学金。咱其他的消息，项目区中中会，咱请会友来看。而咱第7甲第8那奉献有出入的部分，咱找咱财务室的这边再来做跟进。咱其他的部分，咱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多谢。咱今日是9点啦吼，所以刚一场礼拜尔，咱嘛讲安尼时间煞，大家还阁时间真量啦吼。毋过真歹势，咱若一场礼拜是假日，咱就无中昼长吼，无中昼长嘛无加比的服侍哦吼，请大家原谅。我来欢迎今仔日吼，有新朋友、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个是友君，是不是？友君姐妹，欢迎友君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哈，无你的势歹势友君友君嘛真好记啦哈，友君姐妹。过来是黄志成弟兄。志成弟兄欢迎你，欢迎你。黄志成弟兄，再来是林吴梦喜姐妹，梦喜姐妹在哪边？欢迎你，欢迎你来哈，欢迎你来参加，欢迎你，上帝祝你。过来是唐延凯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是咱摆动兄的朋友哈，欢迎你来，延凯兄。咱拜二搁爱来一届哦，所以等于你参加2场礼拜啊。咱有时礼拜日2场，你参加1场就会使吼。我们2堂都要参加，对不对？今天很多人来哦，比我们上个礼拜把那个和会还多。我们希望春节你有足侪节目足丰富的，有足侪朋友要见的，咱来先来甲上帝见面，好不好？春节9點大家都一起聚集。有一个邀请啦我问讲春节的时恁全家坐做伙好不好？全家坐做共小组坐做伙，感觉上好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好不好？有人一楼顶一楼骹，反正你的亲人坐做伙安尼咱特别有新的你的亲人伫外地足久毋捌转来，你若是讲牧师甲会友熟悉一下，你主动写一张单讲。阮家有啥物囝婿啦、查某囝啦、孙啦，拢甲写名单出来，互大家捌一下安尼安尼较有机会啦但是有2件事情，听说春节不能做的。第一件，你薪水偌济毋通问第二项讲，你哪会还袂莫讲莫交男朋友、女朋友，莫讲你还袂结婚袂使，讲这2项毋通问。就祝福的话。恭喜的话，肯定的话，赞美的话，会记我会记较早囡仔时阵阮老母拢有迄古早观念讲囡仔过正袂使讲歹话，袂使讲负面的话，袂使骂人这个春节好的习惯也不错啦好，那其他的报告有一个重点，就是有关这个什么呢？有关我们禁食祷告，40天禁食祷告。咱楼骹迄张表佫足侪空位啦，哇，欠人啦，要鼓励咱遐这签名来参加，
啊，我们代老团队佫特别印一本手册，互你要进遮祈祷的时阵会当有这个参考，这可以用一年的哦。啊，你可以拿着这本在你身上，随时做祷告啊。所以，请会记你每一个弟兄姐妹拢有份啦，唔是你我。咱知影讲代祷是一个上大的祝福哦。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代祷是祷告最完美的形式，代祷是祈祷上水的形式，因为这嘛是耶稣基督伫伊属天的宝座顶为咱做的，是这神学家穆安德烈所讲的。啊，所以代祷吼，唔是一个小小的代志，讲啊签一个名啊就解决了，唔是，你是加入这个伟大的行动，因为耶稣也这样做。所以你若讲啊，我今遮身体无好势，无方便吼，请会记你用有食嘛爱祈祷，啊想食流质来祈祷。所以鼓励咱兄弟哦，咱23后礼拜就要开始啊。所以今天跟春节，大家把你的笔拿出来，签上早餐、中餐或是晚餐哈。鼓励大家拢有份哦，看到牧师很期待看到那个表格有你的名字啦哈，那个名字是祝福的名字哦，恩典的名字哦，愿神祝福大家哈。啊，最后啊，这个消息中间哈有一项哈，咱来看第9页哈，第9页有一个除夕家庭感恩程序啦，感恩礼拜的程序啊，第9页，我们周报第9页哈，那意思是讲鼓励咱伫明仔载在围炉的时阵，还是春节大家团圆的时候，用周报第9页这个感恩礼拜的程序，伊讲吼大概20分钟到30分啊，袂介久啊。啊，大家用这个程序，或是家中的家长，或是一个代表来带领哈。啊，中间有3首诗歌哈，无印伫内底，你用搜寻就有啊，伫 YouTube 搜寻啊，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啦，恩典之路啦，述算主恩是国语的圣诗啊，搜寻一下就马上有啊，播放大家一起唱哈，啊，我们一起分享啊，牧师也会今天传这个图卡伫咱的群组内底，所以。咱周报无用到，你图卡就看会到。嘛讲咱大家有一个感恩的聚会礼拜吼，啊家庭的礼拜感恩的聚会哈，愿上帝赐福咱。好，啊咱礼拜2见面啊，春节见面来。上言，咱请会众起立来唱着上言的诗歌，唱煞咱由咱的牧师来祝祷。愿主赐福予你，愿上帝恩格变就你，愿主必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就是你平安。做咱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甲引带，互咱正向日子妹伫新春过正团圆的时阵，享受对天顶来祝福满满。愿神的恩典、三位上帝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圣歌队来唱祝福诗歌。平安，愿你平安。
咱带导团队的手册哈，参加金家祈祷的手册，会当去办公室领哈，办公室领这个手册，谢谢。新年祝新年，新年倒数稳点，欢乐声音中庆新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欢庆团圆，欢庆基督赐我新生命。就是一国一切都变为更新，因有基督居住在我心。贺新年祝新年，新希望在眼前，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贺新年祝新年，